究竟當時係點樣反敗為勝嘅呢？波斯王亞哈隨魯王立以斯帖為皇后，以斯帖嘅養父末底改以信仰為理由拒絕向大臣哈曼下拜，因此激嬲咗佢。哈曼就設計要喺亞達月嘅13號屠殺所有猶太人，各地嘅猶太人都禁食禱告。末底改要求以斯帖向王求情，焉知你得咗皇后嘅位份，唔係為咗現今嘅機會咩？以斯帖就回應咗呢一個呼召，去見亞哈隨魯王，邀請王同埋哈曼去以斯帖嘅筵席。以斯帖設宴款待亞哈隨魯王同埋哈曼，期間以斯帖向王奏告哈曼嘅陰謀。亞哈隨魯王下令將哈曼掛喺木架上邊，嗰個原本為末底改而設嘅行刑工具。於是亞達月嘅13號，猶太人就殺死嗰啲想謀害佢哋嘅敵人。去到亞達月14號，猶太人設宴歡樂，互送禮物。請大家奉獻支持國度復興報跨平台媒體事工，邀請你嚟 like 或者 follow 國度復興報嘅 Facebook 專頁，讓我哋為咗神嘅國度隨時隨地禱告守望。